在这左边，你是从中间，线的中间，拉。你要抓那个。你这样子摄影有没有？对，这样用。好，来，是一样的，一样的道理啊。外面还是在后面，这样看不出来。对，所以你要松掉。对，这样。穿错了，他就不会知道。还有呢，在这。第二个啊，是等于是两个吧？前面两个几个？每一个人都有木了嘛哦。第二个木了哦。有的大小没有关系。先练，来第二排了。再把那冰人那走。一排4个。你看把它给钉钟上呢，其实几头而已。几头而已。江老师，你可以坐着看啊。还没到你们这一排。对啊。先放着哈。马软，我先不低分。你现在就来这个哈。对。这个，这样子哦，一样，你刚开始的时候也是一样，第二个木也是一样，的做法都一样的，打了第三个你做几个都一样的，啊。要做第二层，从中间来，再一次，做第二层，没有第一层，对，你手放在你手上，那你就是同学，你们太认真了吧？他等一下会过来教了，不要那么认真。你反方向搞不懂。不是啦，我们很紧张。现在搞不懂。我还在想那个大结的布，还没解开。这个大结，老师那个帮我打结。我现在我再上去。第二个木哦，哦，怎么样？对吧？然后过这个，不打结的第一个是用这个来练习，练习要剪掉，练习剪掉。第二个木，这样的时候就直接第二个线，哎，这个吗？对，第一个线来，第一个就是哦，那第一个、第二个、第三个、第四个。对，就一排一排。这个嘛，就是这样，两个这样，对不对？对，一个二，对。应该是这个对，它一二可以表现，这样也可以。到时候这个字对，不然就混搭回去。哦，好，我们现在是分辨等这个的是这样，这个是这两个一起呀，哎，还能这里，这两个对呀，两个一起的，一个两次，这个拉到后面，拉到下面，你网子才会被他先拉一条线，然后再从那个木那边穿，哎，拉出来，高高的从上面拉，就这样，第五个是这样，第六个这样，这样子，对，是这样，这样子吗？我先拉你线上。在那边穿，哎，不，外面往外面穿。是有槟榔，我们对。老师自己带的。你知道老师的脸要被切掉吗？那个槟榔一直有。这个右手，可不可以给他戴口罩？他的手往左不用弄。他这个槟榔是要放到那个然后这个左手要这个线，这个木，他有感觉我们还有时间吃点心。然后再这样。只要你们这一排可以先休息。哇 OK，那么紧张。哦，可以慢慢。后面有茶点。拉，手紧了。这样嘛，下面，哎，是吗？啥都做。是从下面，哎，然后再从这边从上面动下来。怎么等待你？哎，拉近，哎，对。马嘛这样，这个木呢，这个要放哦，就拉紧了，拉紧了。哎呦，拉不紧嘞！可以，呀！对呀，要10个嘛，对，一排10个。老师哈，要用粗的线，要有颜色。老师示范用。老师用示范用的线要有颜色的粗的。手机好，像你们那个做陷阱用很粗。这样子看得出。做线嘛。看不出来。还有没有老外？还有
从下面，要这样才行。拉，没然后有，再从你讲了，中间是把我们当成是大人在一起。可是我想要看是不是很清楚？看不到，看不出再来一。次啊，你看这样子，对，对，很漂亮的菱形这。样啊，看有没有？就是在那里，好，这里光不上，那，咱就这个还有你。开始第一幕对啊，哈，对对，然后这个也有这颜色不是大小啦，都太晚来了。可能会啦，可能会，所以。然后这个线路线走下面。没关系，你们下面，快会这个下面。然后从中间，台湾族在山上打不过，没有用到，就倒过来一点。哎，你看不到了，那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，我会抓角度，没有关系。你要正面的时候再来。这样，这样木，这样木，也是一样，是吧？下，老师教的都是也是一样，也是一样。但是我们还是点开一个的。好，那这边呢？他主办的，这边要看看，还有，你们要跟哪个位置？好像没有位置。这个第一幕，抓，是吧？哦，然后压，这个线，这样，从下面，这样也是可以的，哦，从下面，然后拿出来，那个线的中间，上上去，都进去。好，站到了。好，第二幕，你是拿。那个眼睛要把它涂成这个，下面你比较好动。啊，哎，你会做第一个、第二个也是一样，第三个也是一样的，都不变哈。哎，一样的。你要抓住，然后老师说这样，这是没有了，没有线了。然后在这里下，好。没办法，没有线。来幼儿那个月一点的，没有下课了。哎呦，你们哦，好玩哦。好了，会了。哎呀。从上面。开一点就到了。那个大一分毛掉。大一点，大一点。从上，从上到下。到下。这个就不能放，对不对？不要放，好了，好压，好压，从下面，然后这个线的中间插上来，然后拉，然后第二幕，第二个也是一样，我眼睛看不到。对，要美丽通。老师来这边帮我们。对呀，他眼睛好多人被叫上打。你换我们了，换我们了。这个线有没有？你们那边，你们会了啊，然后再从底下，这第三个里面的地方，一直往下面的，一直往下勾的哈。我看一下。第二阶第二层哦，哎，即将我们了，来看看喽，看一下。第二层。这个的线有没有哈？拉嘛哈，第一个这个上面先勾下去，下去，然后拉，手指这个不要放哦，可是这个木哦，你要大概大的大小自己决定哈，然后抓住，换第二然后这个线再从下面从绕过去，绕过来，然后从它的线的中间，中间那个，好出去，然后拉就紧了，哦。等下再量它再抖，你要跟你是一样，下去，下去，拉。
然后在下面有一次我们大小下面，后面拉个下面绕过去，穿过去。你手上的那个抓起，好。等到他拿搭那个钩，先抓起来，从上往下揪，先练习。要你的长度要宽，抓了哈。下面带一点温度，要练习。抓好从这里。绕到这里，绕到这里，对，然后翻到你刚刚那个线，翻到这边。第二个也是一样，你要抓住那个，太短了。我的眼睛太小了。给它穿过去，然后拿到你。刚刚的。先拿长关系，然后因为很多一直都到那边，到这边的话也是一样，旁边的那个抓把方向的都，啊，第一层来，哦，这个是。有关系的，就是这样的。慢一点，好。好，从下面，从下面，有没有？从那个线的中间装上来。我的大小呢？好，等一下，我先。等一下，我拉过来，先从这边嘛哈。从下面，然后压住，然后然后这边，好，没有，不会，往那边。这边，再拉下来。压下来。好，等一下，你不下，压回去，一样嘛，这样嘛，勾住嘛哈。好，压住。有没有？这边嘛哈。对，中间。你这个这样嘛，有没有？往这个线，你的线是不对的。你的线，这样，好，从中间，然后从下面穿出来，然后线的中间哦，线的中间画出来，好，第二个也是一样，判断给它大小，一样啊。对，一样的，对，下面呢？下面，就是这个走的中间嘛，我下面的中间。对，然后右边是有。好了，不要了。哎，老师，对不对？老师，他的是从右边来，那个是我他的是右边。老师一离开就好，一样。中间拉，哦，压，然后从下面装上来，然后拉，然后从这个线的中间拉出来，拉紧，好，变成一个木了。第二个也是一样，一样，比抓法一样的啊。很努力啊，搓茶搓下去，好，中间。来，我做给你看。压，好，拉紧。好，帮我做。等一下，这样。先拉这个，拉这个哈。这样是大小大小的。先正往正，这样。好，这样，对，拉出来。对。那个有没有都无所谓啊。哎，不要拉紧，你还要把那个线中间弄开。这个，再复习一下。看大打结的时候，是从上面，从这里啊，从下面哦，是从下面哦，要从这里，后面压住，你这样子的最好直接走出来，啊，压到下面，
这个，不要拉紧哦，然后再从中间转上来，然后再拉，把这一个木了一样啊，这里上来都不腻，从这边开始，然后从这边又开始，第一个就错了啊，这样都对，按照这个。我的一样啊，大小。做管没事做管没事。哦，一样啊，拉起。往后面起头，来到后面很好做了。拉出来，然后从这个中间，然后一样，就是一样的。为什么这里皱？其实你刚才弄错了，没关系的，这边没关系，不是我们才从肯起。好，装。对。零起来哎。再下去。下面看到就要再从，都是从下面，从这边哈。对。然后从这边过来。对。好，你拉起来。快的人哈。老师都是从下面哦。对。都是从下面上来哦。你从上面种下来，从上面种上来都可以，都可以啊。哎，对。没有说一定要从上面，哎，那个么快用？哎，好，从中间啊，可以完全达到100分。有的从上面，有的从下面，都一样的道理。好，开始了，马上动，往下，往下，往左边了哈。这个牵你手。好，转左边了嘛哈。对。你是一样啊，把这东西啊，你是一样转。你们都站着做。一样好听啊。叫你的时候。啊，你上来走，左边的好。坐下来，你上来走。好好。啊，好了的时候就要剪掉那个陷害，就要过去那边了吗？不是，要继续往对。好，这样知道了哈。我这边做过。老师会吗 ？OK，好，继续往下。这样继续往下。看到吗？哦，现在看到打结哈，要抓住，都可以抓住。好，这里。对，我们都反正这里脚很酸又很那个眼睛又很痛，对吗？以前的老人都是这样，现在吗？反手不会的。哎呦，反手。对呀。要带5个小孩去市场比较快。反手怎么弄？阿里哥，等一下，已经站从哪个洞了？现在。过山洞了。啊，那反手就不会弄哎。啊，知道了。反手。啊，马维的爱多，马哈尔。问老师。马维的爱多sama Tera。老师要绕跑。在下课都不让我们下。什么弟弟？你开始上啊？们，这人家路从那边过来，你现在是要从这边过去。那你看我现在变成左手拿这个就不会拿了。左手。哎呀。现在呢？大家反手吗？一样。就是相反的，你看。反方向了。反向。做的比较好，关系了。他可能想，跟你左右脑可以那关系了。他也是从上面吗？对呀，你看我现在就用左手。坐下了。左手弄上面下来。老师他们都会了吗？往回不会。不会回家。老师，往回怎么抓？我直走了啦，没办法。我是谁的？来，往回怎么抓？倒回去。倒回哦。也是呀，跟一样啊，我会。问题是我们要抓哪一个了嘛？哦，来。哦，就是最后啊。最后也是抓那个。给你还能录了。哦，我知道他是从这里过来的。一样啊。哦，然后从那边过来哈。一样啊，这样，OK。啊，这个意思怎么样啊？一样啊，就是倒。一样啊。
你某一列一个鼓嘛，放哪个鼓？不用。没有，最后一个了。好了。哎呦喂！然后这边的第三个怎么弄？这个。开始你们就不会弄了，怎么接了哈？有一点类似这样的。上而下。好了，三个。哦，那个也要抓的。一样的。刚才还要这样呀，哥们。等一下，换我们的第三台。好简单哦。老师这好简单。一样。你有办法不要让它绕来绕去。他也没有重心的。好，了解。来，是叫我。房子眼睛那么大，这么大。这个第一个多少啊？哎呀，你看你开始叫叫了，哎呀，不要往这里说，老师，这个肉可以哦。哎呀，你看叫了，小心哦。然后呢，大姐。会做人跳呀。今天那个木跟木腰才不会累。越来越低了，要回去，我们要回家了。你要回家了？我们要回家了。一样啊。一样对。说我们要回家了呢。要回家了，是一样。好。一样啊，我们要回家了。我们不要坐高铁，我们坐那个公车就好了。哦，一样啊，对对啊。对，吧？这个，好，一样的，一样的，对，一样的。一样，就一直对的。哇，但一下子弄2个多。我们刚才是这样的，你这个给你的中间。我看。阿伟都给编你了。是这样下去的，是这样。你看从这边是一起嘛，然后跟一起，一样嘛。要拆，我现在也在拆我的。谢谢。老师。没事，是一样。民族街。然后我看。民族街都是一样的，是从这边。从哪里？从这个洞吗？啊，对吗？对，那个我是在美国，然后压，这是我这一边的。外面那个一起啊。一起拿了啊，上面的。抓，还然后拉住，这个有新的吗？一样啊，一样啊。那么小，这个洞太大了。没关系啦，这样动。现在是怎样？是这样过来拿号。一样是这样，单盘都拿号。都3块了。对了。哎，这边马上要往我看你左边看到这个下来，等下有第三个。对呀。这样应该是。好，先拉这个。好，那你看。哎。然后用手要这里。然后从下面呢？所以有2个，只有这边是2个。这边而已。所以一样的。马扎。啊，我也有这个。等一下，没有眼睛啊，这也是白色的。这样的嘛，这样彩色的。好啦。哦。一样的。我是这个比较好，等一下，简单的，我知道一样。对。所以这个比较专业了。这个都出来了嘛。对。哦，然后要拿了，哦，要按照一直拿。这不是拿专业的，然后从中间也是一样的，跟这个一样的方法。我再一次。
这样，不是它的大小。这样，为什么变这样？太大了。老师，第二层完了，第三层一样的，往下，下面它这个应该是拉，中线的中间，然后压住，等一下，厉害了。好，谢谢。就按照这样，一走这样一直这样下来点的。啊，可是第三层都到旁边的话，你们不会抓的了。点对，第三层还能动，咋都好。还马上都。哦，对，你是1名。第三層拔啲個都係，第三層拔啲個係。這個好，一樣哈，這樣哈。哎，对。好，OK。好。啊，等你上来走呢，等你上来走，一直往下了。好。可是你们到旁边的话，你们就不会了。从这边还是往上？从下面哈。往下面，从上面都可以。好。看你们的方便，你要怎么弄？按照这个，你睇你們上嘅得㗎。這是第二個嘛？啊，一样啊，抓这个，要抓這個嘛？这个，一样的道理。從下面。帮他们打。你要从下面都可以啊。对看你的习惯啊。上面。嗰個過嚟㗎。啊。你帮我打。打。对呀。这个先不要抓，你先绑紧这个。这样子。哎，这个要进来了。这个已经很大了，哎，哎。这是第二个木嘛，第三个木就不一样了。这个算是第二个，给他拿进来。哎，你先抓这个，先不抓这个。这个要不要抓？这个要啊。刚刚没有拉好。哎，去还能见到咁樣嘅板凳。叫老師幫你下面，叫老師幫你哎，那種中間嗎？哎，不错了，這個吧，哈。乱七八糟了，大大小小。不对，刚刚线有错掉。中間，哎，拉，我对都不过啊，老师。OK， 好，安德森，哎。我们是带那个，大家家，一样啊。哎呀，这个要抓吗？这个要抓吗？这个就不用抓了。这样。哎呀，哇，你这个太大了。那么大都不够一个妈妈。哎，满这家第一次的那个做法。这样吗？那个线乱了。线乱掉。应该后面都一样的。拉的是出去。你看我还在这边。你这题目了。还在100。另一个。等你上的一直过来过去的。对。啊。拿这个吧。这个不对了。抓，要抓住。对了，4号。这样哈，好，你还通过。这样，不，对嘛？啊，他这样才找接，对。哦。对呀，因为很大嘛，这样，打这个网这么大，啊，就是我们拉的时候，平均。我们都没有平均拉了。就在那里。还要平均，我都还没有开始啊。老师，你刚来哦。老师，这个最后一个怎么办？一样吗？对，然后我现在还是这样。这个这样不满意，也是在这边这样穿嘛。啊，对，一样。先求有。哎，对。哎，这个最后一个怎么办？先求有，以后再。就是那个是最后一个啊，就是你现在要求精。对。
对，一样是这对样。对呀，就是因为连友都还没有。我想说，怎么只有2条线？是啊，好了，然后呢又下去。要下去了，一层了。2个一样同步的，怎么办？开始做这个哈。我们第三行，第三层。